就是叫泡菜，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只要桌上摆上一盘，我就可以看到人群摆摊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胖有瘦，也有各种人才。我就是要泡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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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，泡菜，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，泡菜，只是一盘小菜，泡菜，泡菜，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，泡菜，只是一盘小菜。每当大伙桌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桌上一摆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。我就是要泡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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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